誒，陳師傅走先啦。誒，今日中午12點鐘開台㗎，係49圍一批台開過嘅。滿一大碟㗎，好大碟啊！係啊，滿一大碟，啲份量夠足㗎。第一道菜雙邊炒米粉，生手拍靚靚啦喎，上勁啦喎。睇依家斬嘅係白切雞。第二道菜香油雞。第三道菜脆皮燒鵝。第四道菜和味香烤肉。今日一共有49圍，係一批台開過㗎。咁好多人睇到我嘅視頻都話，點解你哋廣東人咁中意食白粥喎？咁你哋睇到咁多個酒席都係白粥配鹹菜，咁今日嚟一個雜味粥。今日嘅雜味粥呢個材料係超級讚嘅，料夠足，味夠鮮。咁粥裡面放到嘅有瑤柱、鮮蝦、鮑魚、雞肉、肉絲等等。呢個雜味粥出爐啦。第五道菜雜味粥。第六道菜係鮑汁扣海參，依家淋嘅係鮑汁。呢個就係鮑汁扣釀羊肚粉。依家上嘅係羊肚粉。18級、36級咁美顏，買優惠炒㗎。開始上鑊蒸㗎啦。呢啲色澤夠靚啊！第8道蒜蓉蒸帶子。呢個係十頭蝦。第9道菜白灼十頭蝦。天氣飄飄。哦，我光蝦佢啫。第10道清蒸石斑魚，放啲生抽、蘸油。魷魚枝肚炸緊出爐啦！第11道魷魚枝肚大雜燴，滿一大碟。呢個係蓮藕、腰果甜丁。第12道蓮藕腰果甜丁。第13道白灼水冬芥菜。呢啲水冬芥甜香好口。黃金萬兩，金黃金黃嘅。第14道蛋撻拼泡芙。今日嘅菜式已經上齊㗎啦。
滿滿一圍菜。大家覺得呢個菜式點樣呢？歡迎評論區評論㗎。